榕树接送落水，农职参与公司，停车机足备每月昨天呢，按照巡逻路chung的阶级图示堂接送图示，拖入东区以北，他个能是按照巡逻路chung的速步强制拖入东区，各界北转的370东区，他个能是按照巡逻路chung的足备团结图示堂，足备实际拖300拖入东华堂，拉巴图按照落闸堂金大。他个能是按照阶级巡逻路chung相对疏突把堂，基础的禁止堂用途让土北上路停车时现在按照接送落水压线重大的那题做不赢。希望同学们接下来班级里面或者在私底下进行整改。穿上新军装，用上新装备，梦自有个光荣的梦，燃烧在心扉。梦想向前进，不知不觉累，为了他上岗，天天在准备，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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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身好本领，未来的英雄，手还有水，你手宝贝。野外拉练，目的通过野外拉练彰显学生的吃苦意识、意志、品质。金子万万岁！